南有一个老阿伯，甲因厝里的人冤家，唔若放火烧厝，搁举斧头甲人攻击，连警消嘛互扑着伤。台北捷运板南线有一台列车，车厢内底玻璃隔板破去，可能是温度变化或者是长期使用造成，已经安排检修。台湾进入黄霜雨季，方面接下来，北部愈晚，雨势愈大，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温度剩无20度。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初3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先来关心一件攻击案，伫咧台南有一位老阿伯，伊甲因太太是长期拢住伫咧伊因兜，毋过即马伊因一口罩煞传出讲要移民，要甲厝卖掉。这个老阿伯伊就无欢喜啊，伊甲讲家己会无所在会当住，就甲因冤家起冲突。情绪一个失控，转放火烧厝，搁举斧头甲人攻击，就连这警消赶到现场的时嘛去互扑，当中是有3个人受伤。搁较喊过的是讲，这个阿伯后来甚至搁使救护车浪港，毋过尾仔也是去互警方掠走，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上班，申请有风险羁押。徛在铁门后小到乌妈妈，外口油封锁线，台南南区新乐路大青山中道传出放火伤人的案件。80多岁姓姓老大人来到这个民配一楼放火，刷落来佫摕斧头攻击这户姓黄的住户。协报告场的技消甲警消也互攻击，有3个人受伤。救护人员一下来就被他砍了，然后这个火就是从外面这样烧进去。看到铁卷门有明火，那下车之后就是要协助消防车布线，看到有一名持斧头就攻击同事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远离他。3名受伤的人分别互扑伤头、倒树等所在，好在在送医了后拢无生命危险。根据了解，互攻击的住户是嫌犯的小姨仔，嫌犯亲像因为家庭纠纷，因此无稳出手伤人。他们要移民卖房子的问题，所以你还有孩子，你回去孩子那边住，孩子不接受太无路可走了，他钱都没有了。查甫厝要甲偷倒啊！因若爸死也要经厝细汉个伊的名。嫌犯伤人了后，也驶走现场一台救护车，警方协报赶紧追捕。嫌犯将救护车驶到南港街徛街地下停车场，互围捕的时也举斧头击捕。警方以辣椒水、棍仔等强制压制。强势将其押至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人带回侦讯，赔偿案情，因为嫌犯有攻击性，除了以公共危险、杀人未遂等罪嫌以上，警方也坚称检察官申请有风险羁押。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台北捷运一台板南线的列车，车厢内底玻璃隔板熊破去，涂骹拢是碎玻璃，加载是无人受伤。台北捷运表示讲，这隔板是安全玻璃，可能是去受到环境温度的变化影响，或者是长期使用出现必损才会发生意外。目前已经安排列车检修，后续嘛会展开全面的调查。袂少旅客若是忝爱困，定伫咧坐车的时阵，甲头壳靠伫咧边仔东帮休困。不过，即款的做法以后爱多多来注意咯。车厢内底崩一真大声，东帮破去，碎玻璃散到规头壳，现场旅客拢惊一个。破裂的地方的左前方坐着，我这样戴耳机就听到嘣一声。如果是礼拜一的话，工业区会有很多上班族坐在那边的人，应该是会被炸伤。跌破去的事故发生伫初3早时9点外，北捷邦南线列车对永宁站开往顶部，这东帮熊跌破去，加在事发当时车内旅客无多，优先座无侪人，现场是无人受伤。捷运公司那个玻璃是不是设计的不是很好？怎么会突然爆掉？不应该发生的，因为那是算公共危险。看起来是蛮吓人的，应该会有点担心啊，因为看照片其实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玻璃熊家己跌破去，引起旅客不安。北捷公司讲已经接报了后，引导旅客换坐别台车，安排列车回厂登去检修更换。经检修，该片屏风为安全玻璃。经初步检视，碎裂原因应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或长期使用刮痕导致受力不均。尽管上侪原因也等待后续的检查，也毋过甲温差变化比起来有效车推测，人客定定靠伫遐也是行李去弄掉，长期伫玻璃楼下真有的必损，应该都是跌破去的原因。裂痕你就可以想谈，它是一个源头嘛，可以那你久了，你只要有足够的力，可以那你去
超过它的那个破坏应力的话，你那个裂痕就会继续长。那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你整块玻璃它就会破掉。自爆的话几率不多啊，就是差不多只有千分之一而已啦，它不会很高啦，但是还不是说完全不会破。有专家分析，强化玻璃家己壁破去的机会无悬，也个玻璃壁破去进程，目睭看袂啥出来，因讲无啥物各样，就惊有任何万一，影响旅客安全。由北捷线内的全面来进行车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的封锁，成功到苏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嘛甲因的国王见面会谈，双方嘛有签订合作协定，希望会当来加强合作。中国知影这项代志了后，是去甲中卡转地。陆委会表示，咱国的总统要去任何所在，本来就拢无需要中国的同意。伫总统赖清德甲斯瓦蒂尼国王面前，掀起咱国国歌旋律。赖总统这日突破中国封锁，去斯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当面向苏王传达诚意祝福。佢强调，虽然行程捌暂弯，也毋过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决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The Kingdom of Eswatini stands ready and in support of all the achievements which Taiwan would like to achieve, which include tha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赖总统也邀请苏王搁一摆访问台湾，两人搁较共同见证台苏签署关务合作协定，毋望两国继续深化双边关系。也毋过赖总统成功去斯瓦蒂尼，搁互中国去扑扑，搁一摆表示坚持一中原则，对此陆委会严正回应。咱国总统要去任何所在，无需要中国同意。事前也做了相当的规划，那国人都给予祝福。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虽然总统府无说明出访路线，也毋过提供的相片中有翕到两位，毋是咱国籍机长身影，所以行程会议，赖总统即摆是坐苏国特赛，副总理查杜里的访台专机，彻日透早为桃园机场直飞苏国，也互外界关注赖总统的安全回程。副方表示，相关行程细节会伫访问结束了后，适时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咱海军的敦睦舰队今仔日是到咱伫咧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这是让8天了后，搁一届到地访问。当地侨胞是真热情来甲欢迎，也这嘛是咱的敦睦舰队从2月底出发了后去拜访的第6个邦交国。海军敦睦舰队由大布吉舰、半石舰慢慢驶入咱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港口，伫花边等待的侨胞也两国国旗迎接，因为这是隔8年敦睦舰队搁再访问瓜国。En nuestra tripulación han recorrido más de 20.000 millas náuticas, atravesando el Océano Pacífico, el Canal Panamá y el Mar Caribe. 其实，这摆敦睦舰队这片航程较远的大敦睦，对2月底启程走访马绍尔，并且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到圣克里斯多福、圣露西亚、圣文森、贝里斯，也有瓜地马拉这6个友邦。因为军舰顶面除了咱国的海军官兵，也有伫海军官校读册瓜地马拉学生，隔4年将有回来到故乡。Visitar a mi familia, ya hace 4 años que yo no venía a Guatemala. De la Escuela Politécnica me fui becado a la Academia Naval de Taiwán. Desde entonces no había tenido la oportunidad de venir. Que las embarcaciones son altamente modernas, tecnológicamente superiores, y esto abre el espacio a muchas especialidades de nuestra Armada en Guatemala, nuestra Marin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军舰顶面也展示咱国无人机客机开放外国将领民众登上军舰来参观，加强远洋航行训练同时，因应中共铺设地带侵扰，有验转舰的威胁渐渐增加。
国防部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将原先的离世期3阶段防卫作战架构改做，敢若保留离世期，并且增加备战部署、重侵防卫、加持久作战这作为，加战时用兵指导、加行动规划、硬性涵盖变相时状况处理，来提升兵谏转换效能。中共它目前所谓长期的战备警巡，或者是一些演习，很可能就是会有由训转战或由演转战的样态。专家指出，计期架构是基于传统战争想象，假设冲突有明确的庆关过程。英国近年来强机强舰定定侵扰台湾，加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显示边境界线是愈来愈无清楚。中国军根据情境临时阶段来进行作战，应加强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栋4层楼高的公寓，透早是传出火灾。消防上无救出10个人，有4个人受伤，2个人已经送病院啊。不过至少阁有9个人无命，因为这导火原因也搁咧调查，初步怀疑可能是这冷气爆炸所引起的。公寓的白色外表互大火烧甲规片乌麻麻。消防员当徛伫阳台进行火场肃静。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维维克维辖区，清早当地透早3点50分左右，一栋4层楼高的公寓突然发生火警，火势烧真紧。等到消防员甲警员赶去现场，几栋公寓已经互大火烧了了。सेकंड फ्लोर पे बैक साइड पे 5 बॉडी करी हैं, जो कि बिल्कुल पहचानने में भी नहीं आ रही कि लेडीज है या जेंट्स है, और एक और बैक साइड पे एक बॉडी और करी है, और टॉप पे 3 बॉडी हैं, और वो चलते हुए ऊपर भागने की कोशिश की थी उन्होंने, और ताला बंद था ताकि वो नहीं पाए, ऊपर ही सीढ़ियों में ही वो उनकी डेथ होगी, और पहचान नहीं हो पा रही है बिल्कुल भी, और बहुत अभी और भी चेक कर रहे हैं。当地媒体今日印度报道，这件火灾亲像是空调爆炸引起的火势真紧往着面烧，消防人员出动12台消防车救火，警员是伫现场做紧急疏散，至少10多名居民安尼获救，有4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送医治疗。伫火势爆发了后，消防员清理火场，发现不少人的遗体，其中也包括1名1岁查甫囡仔，遗体因为互大火严重毁损，暂时真歹分辨性别。也毋过根据家属甲亲友所讲的，现场牺牲的9个人中，除了幼童，其中8个人分别是4个查甫人甲4名女子，全拢是公寓内的住户。警消现场初步调查，因为2楼的主体毁损的比其他楼层严重，即其导火点是伫2楼。详细情况也有待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来看花莲有一个查甫人啉酒了后，甲人冤家相拍，全着伤。救护车到位啊，伊阁雄起酒痟，毋但伫遐破坏救护车，阁拿枪出手要拍消防员的款。其实这嘛毋是头一件，消防人员拍扁咧救人，毋过却也定定传出讲去互人攻击的代志。不时就要面对这款危险环境的风险，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呼吁政府就要来重视欠人的问题，而且嘛希望民众会当尊重救护专业。送瓷器比较快，好不好？对呀，赶快送到医院，可以不可以？一直要求救护人员赶紧把家己送往病院，杨过无啊，过了后，这查甫人雄情绪失去控制。那怎么样？大哥，你现在我们要送你去医院。送医院就送医院了，我们没有凶你。大声喊休也行入救护车，敢若要拍救护人员，煞要用棍头攻救护车，也破坏这个护士啦。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先不要动。警消人员甲410人压低调咧，介送病院。这事件发生伫花莲吉安乡，初暗时410人伫厝甲朋友啉酒，啉的煞拍起来，伊的手骨互刀划着伤。警消人员赶到现场要甲人送病院，结果伊烧酒醉失去控制，攻救护车。全案后续将依毁损及妨碍公务罪，将蔡男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外，初三台南发生徛家的火烧厝，警消去救援，却受民众雄提斧头要攻击警消人员。消防人员伫灾难现场，毋但爱面临环境因素的风险，有当时也需要防范人为的因素。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像是向防攻击、抢劫装备，甚至伫处理车祸救护时发生第2摆事故，拢是定定看人为风险。我们不可能用道德劝说去说服每一个人冷静的去跟警消去相处啊！我们要自己有自己的能力去应对这些坏人，能力来自人力，没有人这些事情就是空谈。李教授讲，消防员救灾拄到暴力事件，大部分爱挖苦警力保护，也不过警消拢有人员不足问题，造成向暴力对待、抢夺装备的意外也定定发生。呼吁政府爱重视人力问题，也呼吁民众爱将救护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并且尊重这个救护的专业。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护理人员长期拢面对骹手无够的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初二参加活动时，就讲到建议这考试的题目卖出伤难，毋过就让质疑讲安尼敢是咧降低专业的标准。第一线护理人员是认为讲，就赶紧把这3班护病比列入去医疗法内底，才是上重要的。呼吁政府毋通搁再拖，按算初5就要去卫福部抗议。台中地署主动提起护理师国家考试，自2023年开始的制度改革，因为面对台湾长期欠护理人员，行政院长杜永泰最近伫活动中表示，有建议考前院考题，毋当初伤难增加考照的引起议论。考试的题目由80题降低为50题，实际上用更合理的考题来测验出护理新进同仁学生们的对于专业的知识。初3杜永泰2摆出面强调，是检讨考题敢是过度艰难，还是偏离临床实务，而毋是降低专业标准。针对争议，第一线护理人员认为，国家考试就是保障医疗品质最后一道防线，这项应该无稳准条件，更加强调，要留住护理人员，最要紧的应该是3班护病比立法。我们要求的是入法，可是呢，他现在做的是行政降格、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对于这一些的这个医院的雇主，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法律的这个约束性，母法它才有强制性，法律的稳定性。护士工会分析，3班护病比奖励标准已经实施2年，医学中心区域病院7成达标，地区病院更加达到9成达标。政府应该提出立法临卡时定外，3班护病比应该列入医疗法第12条明定，而若是定治处罚，那无欠充足的约束力。全日护病比把它修正成为3班护病比，所以概念上其实是延续的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这个是法制作业的问题。护士工会不满卫福部进程会伫初5头一摆联合护理师工会专联会到卫福部抗议。卫福部强调，会按照规划方向执法，市场上需要审慎评估，也会秉持公开原则，加速进行作业。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工行甲边科大研究团队用24点钟直播的方式，观测台湾上大的鸟头鸟鱼肉啊，也就是华语讲的黄鱼鸮、腰翅、鸟仔的状况。这整规个完整的过程是拢去互镜头记录落来。较大只这只鱼肉鸟仔，互研究团队暂时叫做大宝。伊是固天开，一直对更较悬的所在爬起去。无偌久，大宝已经爬到比原本会收较悬5公尺的所在。研究团队5月初1上手体型较细只这只小宝甲骹宽时，发现大宝已经出现全尾离收的情形，拄好互第2粒的镜头解翕落来。当初小宝没有跟着一起释放，是因为它还太小了。那如果我们太早上脚环太松，有可能会掉。它的行为越来越多。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要帮他系上脚环啦，不然未来再要抓他就不太容易了。研究团队讲，大宝因为体型较大只，所以讲4月25就先解割骹宽，小宝是等到5月初1才割。迄天也为着线内这个鸟仔要离收伫更较悬的所在，加装第2粒的镜头，拄好就伫同一天就翕到这只较大只的大宝，飞走离收的真宝贵的画面。那现在已经到了接近离巢的阶段。那猛禽的幼鸟到接近离巢的阶段，它就会开始往巢体的外面去做探索，所以它会在树干上面移动哦。现在是很正常的哦，只是比我们预期的又稍微早了一点。只是大宝无阁爬转来原本的收，即阵直播画面已经变做一个2屏的画面，斗阵直播大宝甲小宝的状况。研究团队这几天顺利观察到青鸟分别是照顾2只鸟仔，镜头也翕到青鸟饲这个红鲢鱼、苦花，还佫有张鲫的画面。研究团队讲，鱼肉的习性虽然会留伫领地，也佫袂连续使用同一个收，所以溪边的健康原始的树林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俗语讲4月望景雨，5月无大图。台湾进入黄霜雨季，这方面是一个接一个来。北部下半部已经开始变天啊，而且这愈晚雨势是愈大。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温度嘛会落到春末20度。也若后一个方面是按算拜5到位。
劳动节假期最后一日，北部下半日由好天转乌阴气象署提醒，接落来就要变天啊，甚至普方面豆豆仔紧。为初三暗开始，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类似天气形态。高愈晚雨势愈明显，是第一波黄霜雨后面。锋面目前的位置是来在福建一直到广东的沿海地方。那这一道锋面预计到今天晚上之后，会慢慢的影响通过台湾哦。那到了明天，整个影响之下，各地降雨都是比较明显一些的。气象署预告，为拜一开始，锋面通过加上台北季风增强，全台落雨搁降温，北部高温达到22度左右，甚至可能出现18、19度低温。一直到拜三、拜四天气回稳，要过到拜五、拜六，搁有后一道锋面通过加上台北季风增强，落雨范围扩及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接落来，黄霜雨季有希望予南台湾解渴。水利署观察，到初三下昼，中部北部像新竹宝山第二水库跳水率回升到75%，第二潭水库有48%，第二水库有75%。反过来看南部，南潭水库有23%，闸门水库只有13%，南化水库也只有35%。到目前为止，这个蓄水量我们评估，目前供水还是正常，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注意这个梅雨的时间点哦，天气条件适合做人工增雨，我们会来实施人工增雨的措施。水利署表示，目前大约1至2礼拜都会召开水情会议，随时检讨应对措施。目标是伫6月底前达到民生用水无浸伫分区供水，产业生产无受影响，甲农业一基组顺利完成强管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做伙来看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是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为19度到26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